鎖開呢個砌合金嘅雷達戰士，嗰啲閃靈靈嘅反光，仲有好似鏡飾物料嘅效果咧，真係令人哋愛不釋手嘅啫。嗱，拎喺手裏面咧都相當之有份量感嘅，大小尺寸咧實在感就非常十足，一樣得賣200幾嘅啫。今次嘅磁力燈效仲要非常出色添。沿用翻之前一式一樣嘅包裝盒啦，有個窗口可以睇到個物品。喺盒側啦，有啲冰冰嘅字啊，相當配合主題。盒背嘅設計咧，同過往有少少唔同嘅，係進步咗嗰種啦。喺鋪排同埋介紹方面咧，就顯得更加專業同埋高級啦。即刻打開盒睇下啲內容先。同樣啦，係保護性好強嘅級數啊，零件佈局咧都係非常熟悉嘅。同樣咧，提供咗少量自組部分嘅模型件。說明書亦都一貫嘅格式，清晰易明，圖亦都夠大，有充足嘅說明啦，亦都有提醒大家對準翻啲水口嚟剪啦，有齊組裝同埋變形嘅說明。好啦，我要砌合金啦，砌好咗啦，組裝同樣都係簡單嘅，享受到砌模型嘅小樂趣啦。相信大家對角色嘅設定咧都非常熟悉啦，但係都容許我講一下，始終咧要照顧翻唔同類型嘅玩家。本體咧已經有合金成分噶啦，重量同以前嘅金屬打火機咧都似嘅。全身充滿住銀色、反光等等嘅要素啦，模擬出金屬同埋鐵類品嘅效果。手腳嘅銀色電鍍啊，你望多一陣就知道唔係一啲大公司嘅 cheap 模型電鍍嚟。咁喺組裝手腳嘅卡槽啦，經過黃金戰士一役之後啊，廠方已經清楚明白晒，所以今次裝上嚟輕鬆啦，緊度亦適中。身體上亦都採咗半透明黑嘅材質製成，除咗反光效果一流之外，亦令燈效效果更加出色。一陣間咧，大家就會見到噶啦。可動方面就已經係好全面啦。始終係個機設嘅極限啦。磁吸燈咧就用呢個金色嘅鎖匙扣咧去啟動個燈效嘅，好似八達通一樣啊，拍上去咧就開動到噶啦。咁第一種燈效咧就係長着啦，拍到一下就係熄燈，再拍咧就轉成順序嘅着燈啦，並且呈現呢個呼吸式嘅效果。唔去觸發個開關咧，佢就會一直咁樣喺度閃下閃下噶啦，真係好正，好似紅綠燈咁，又有節奏。我可以考慮下聖誕節嘅時候嚟做裝飾。咁再拍多下咧，開關就變翻第一種嘅長着模式啦。咁總共咧就有2種嘅燈效效果噶。咁嚟變形啦，嗱，收起個天線先。嗱，講起天線咧，咁大家就小心操作啦。一嚟本身佢活動範圍係有限啦，二嚟咧佢真係好幼啊。你喐個龍或者跌喺地上面都有機會折斷啊，咁啊小心啦。咁啊手臂完全垂直啦，直趴入去身體裏面。厚小腿板咧唯一要拆落你嘅部件，嗱，放心啊，之後會有地方可以收納嘅。打開個蓋啦，有2片嘅小腿部件咧，就係收納喺呢一度噶啦。實際上咧，亦都冇分左同右啦，直接裝上去就可以噶啦。將雙腳接喺身體裏面啦，咁實際上咧就同黃金戰士嘅操作一模一樣嘅。腳掌咧就係底部啊，對翻位置卡好扣實佢，最後冚翻埋個蓋，搞掂啦。哇，真係勁靚仔啊！你會見到佢又唔使起角位啦，不過都經過調整之後咧，就唔會界到你哋嘅手仔嘅。嗱，唔可以唔講佢黑色鏡面嘅選材真係非常之好，反射嘅程度咧直逼好似一塊鏡咁樣嘅狀態。你睇完全反射出我個地台背景啦，仲有我呢個燈添啊！有冇見到我啲手指仔啊？呢啲咁有心思嘅地方，你做廠房咧好努力去留意每一處嘅細節啦。你每一部分每一個地方都有佢嘅價值所在啊！拎喺水裏面咧就係呢一個大細尺寸啦，比真實嘅火機大啲啦。當然因為我哋都得到一個大啲嘅機械人啊嘛。嗱，凡事都有罩門嘅，呢個咧都有佢嘅缺點嘅，就係咧會好容易咧印到你嘅手指模上去。嗱，我啲咧就唔係好中意戴住手套玩，咁所以每一次咧玩之後咧搵啲清潔布去抹下佢啦。咁其實我就真係唔中意喐下咧，又要抹呢抹路咁樣嘅。不過佢有住咁靚咁出色嘅成品效果咧，呢一啲缺點都對等對消晒啦。呢款性價比咁高嘅雷達戰士會唔會成為你其中一款嘅收藏品呢？今日開箱嚟到呢度啦，多謝你收睇。中意我影片可以 share，訂閱讚好，收到最新影片通知。多謝你嘅支持，下次見。